在地人在地前来看野球比赛，南投县少棒队去年伫全国比赛拍入4强，所以讲今年少棒这个小马联盟南投县的选拔赛真闹热，比赛过程是紧张搁刺激，拼出冠军了，由这个冠军队为主，组成5个学校的连队代表南投县参加全国比赛，希望讲会当拍入决赛。 囡仔人大声唱歌替队友加油，希望会当讲出一支安打。全国土土杯小棒锦标赛南投县的选拔赛，就伫咧千秋、新丰、新瓜，加上中正法治连队4支队伍开始循环赛。大家选手拢真认真，因为会用冠军队伍做主体，组成连队代表南投县参加全国赛。由冠军队去组连队，代表南投县去参加5月2号的全国赛。 南投县少棒队去年伫咧土土杯全国赛拍入4强，成绩上好的一年是伫咧2020摕到全国冠军。今年选拔赛了后，嘛决定代表的选手，希望会当有好成绩。我们也期许我们今年所有南投县代表的连队小朋友，可以在全国取得一个最好的成绩。全国冠军就会当代表台湾到美国参加小马联盟的锦标赛。选手伫咧球场拢真认真，除了是为着家己，嘛希望会当为南投、为台湾争取公赢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